喺呢段疫情期間，大家都喺屋企無所事事，可能 home office 啦，可能唔使返學啦。其實多咗時間同自己傾偈，多咗時間同自己了解下自己其實想點樣，做一啲自己平時都冇乜機會會做嘅事。可能有人會選擇瘋狂咁打機啦，打到天昏地暗啦，但係其實唔係一個問題，因為咧，如果嗰樣嘢唔係你特別關注嘅話咧，其實你打得多都係會悶嘅。反而咧，呢個時候咧，會逼到你去諗一下，究竟自己真正關心、真正關注嘅係乜嘢？可能你會開始搜尋一下自己真正感興趣嘅資料，例如整嘢食啦，例如點樣同人哋相處啦，例如點樣發展一門技術啦，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方法去認識自己嘅。即管俾自己一啲時間去同自己傾下偈，感受一下自己最關心、最關注嘅東西，睇下可唔可以發展成為一個興趣，一個目標。講咗咁多先，拜拜。